朋友，大家平安，老师平安，分前平安，食饱未？食饱啊！食饱要来这什么？念图，这咩来讲？捏做合用的器皿，哦，要来念图对吧？但是捏土做念器具，做器具，老师有去念图过啊？捏土着。嘿，细汉拢是敢是控油吼，定定咧念图。控窑嘿，免捏土啦，控窑啊，是用土丸一角一角起起来。哦，是安尼哦。但是控油的迄火做烧，这嘛是吼，拢爱放落火拢里来爱烧，烧。这吼，着哦，爱用木嘿，搭，若较早无木搭，着爱用手捏。是，哦，是，所以今仔咱要来讲用火烧的迄个吼，去上帝用火烧对无？逐个人拢会安尼嘛？安尼逐个较会人受训练，才会当烧成做烧，一个真好诶。哦，小训练好，安尼你下用的要过器皿。年进前，咱来看安怎训练吼。来，咱来看咱前礼拜有讲过，是，就是以撒的翁仔某，伊生一对双生的囝，有无？是，嘿，对，双生的囝有一个是老爸较疼，一个老母较疼，嘿，两个人疼无共人啊，所以哦，呢。因着伫遐有一寡问题产生，是，大汉囝命运互细汉的甲骗去。是，咱前礼拜有讲到遐吼，今日咱继续来看雅各即个人，因为因遐个要甲伊杀啊，因为伊做毋着代志啊，是，所以伊着你看真可怜哦，伊本底是拢住伫因厝，因妈妈拢甲伊服侍甲好好，但代志拢甲伊。连伊要甲因遐个骗要骗迄个祝福，因老爸祝福共款是因老母设计，所以因是真好拢互妈妈拢妈妈甲伊保护着。很好，但是即阵伊无法度啊，伊一定爱离开伊的厝，因为因遐个受气啊，有生命危险，所以因老母就较紧去要久遐觅一段时间，伊的步啊赶着爱行安尼，爱行800公里，迄无简单咯。800公里，孤这是什么？单爱台湾行。行几日啊？台湾行400公里啦，800多行来2日，回啦，台北到屏东安尼来回。哦，但是迄路毋是讲平路啊，毋是讲即摆淡仔加路，毋是安尼哦。有山路，爱过溪，爱过山拢有，所以一定真爱歹伊所有要食诶、甲要困诶物件，就是重装啦。咱爬山叫做重装，所以行路会较慢，一定爱行足久吼。来开始行对白石八白石八就开始行黄合兰去，拢总。即个距离都要800公里啦吼，然后伊行100公里后到一个所在，已经行100公里有哪是爱用几啊日？吼，伊行100公里一个所在，拄日头要落山，因为日落就伫遐歇眠，对遐个石头中间摕一块做枕头伫遐困，伊就伫迄个所在困，伊困的时就开始迷茫。闽南讲有一支腿拄天，迄腿对涂骹拄天会当爬起落来。顶悬有天线呢，伫遐爬起落来。来上帝佮甲伊讲话，讲话咱后中要来看上帝甲伊讲啥。伊就知影讲即个所在是真特殊诶所在。即个叫做天梯啦。即个天梯吼。天梯伫新约圣经耶稣有咧讲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顶面咧起起落落。人子就是耶稣，就讲人若要到上帝啊，爱透过耶稣做中保。所以是真正有天使呢吼。真正有天使对啊，迄个雅各所望的迄个天梯，其实就是有表，因为伫2000年后耶稣出世，
出世以後，佫有講到即件代志，所以伊所面望誒，伊就甲伊寫出來。啊，上帝是甲伊講啥咧？咱看後壁一張都有講吼。上帝就甲雅各講吼，講我也甲你佇咧，你無論倒落去倒落，我要保護你，也要帶你倒來即所在，攏無放失你。甲我正對你所講誒，就講一定愛我甲你，我對你所應允，就是講我甲恁老爸契約，就是講又甲我立約啊。到遮也是講我甲你所應允誒，攏會當成。上帝就甲伊安慰，因為咱知影，咱個雖然知影講有上帝對啦，伊有哪有相信啦？因阿母有甲伊教，因阿爸有甲伊教，伊攏了解，毋過也未甲上帝產生迄個真密切嘅關係。伊了準上帝是住佇遠遠嘅所在，所以雅各你看28章嘅18節，雅各早起來，甲伊所枕頭嘅石徛做條倒油佇頂面。雅各在佇頂懸，就佇遐下願咯，20節。雅各下願講，上帝若甲我佇咧，佇我所行嘅路保護我，佮互我有物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安然倒來我爸嘅厝，就耶和華的確做我嘅上帝。咱對一段話，咱會了解講，伊抑閣無了解上帝。雖然上帝固定要聽伊啦，已經決定伊抑未生出就要聽伊啊，因為伊是要經上帝經雅各成做伊嘅接班嘅人，就是講一代一代要傳落，一直到耶穌會出世。所以伊佇遮吼，雖然知影有上帝，但是毋知影講伊不是甲伊佇咧。所以上帝佇遮來講，你無論倒落去，要去倒位啦吼，我要保護你。我也要帶你倒轉來遮，因為有應允迦南地是要互伊誒，甲伊會互誒，所以一定愛甲帶轉來。所以佇遐佫甲伊即屆保證，講你無問題，我會保護你。伊毋知影講上帝不是甲伊佇咧。毋是講伊咧困上帝甲來，毋是，不是講甲伊佇咧吼。所以伊佇遮受訓練，慢慢吼，雅各因為伊要真做一個有用誒人，一定愛受訓練，袂當講不是互媽媽甲伊保護掉咧，逐項攏袂曉無操練，就是講無受訓練。人要講一個海軍陸戰隊講作用，是安怎作用？因為足艱苦誒訓練。若無訓練，無可能真做一個足好誒兵。共款吼，上帝有那訓練伊所聽誒人，也管教伊所聽誒人。咱來看後壁。所以就是講，進前伊個無熟悉即個上帝，伊就講你若互我食，佮互我有衫穿，我較要叫互你做我誒上帝。條件啦，條件交換是，其實咱信上帝毋是條件交換，咱家己無啥物條件，因為所有物件攏是伊誒。我會當講，我要用我啥物物件甲你換嘛，咱無啦，因為所有誒攏是上帝，所以毋是交換啦，毋是交換條件啦吼。信上帝就是白白信。不管是安怎，我就是相信上帝真的。像我即擺咧講話，我嘛相信上帝甲我佇咧。是。後來，你就慢慢仔行吼，對啊，吼，伊行到迄個所在吼，伊毋是甲伊做枕頭迄個石頭，徛做一條，甲伊倒油佇頂懸。意思講，哇，原來遮就是上帝誒厝。伊想講上帝住佇遐啦，所以講伊佇遐下願。是伊毋知影講伊離開上帝，有哪甲伊佇咧？伊毋知影即點，但是慢慢上帝會甲伊訓練甲伊要倒轉來迦南地誒時陣吼，伊就了解講遮攏是上帝。我想誒，足濟人也感覺講，我愛去教會，較會當牽上帝祈禱對無吼？閣有人愛去牽神父懺悔，較有法度誒。對，其實上帝不是攏甲你佇咧吼。佮行吼，繼續佮行700公里。伊望即個望，看到天推，
这是敢100公里尔，后壁佫有700公里，所以伊佫向东北一直行，一定行到日本的，就是荷兰已经到。可能差不多1个月啦，1个月后才行到，行到荷兰已经到了哦。咱这段故事这段圣经咧看的是，甲前届咱咧讲李碧家，就是阿碧拉罕找伊的仆人去替伊的囝来娶某，迄段拢共款。伊的仆人去到遐嘛是去井口对无？伊就井口拄着雇养的，伊就伫遐下完，伊就伫遐祈祷讲，若有一个查某囡仔，伊互我水啉，佮互我的骆驼啉，迄个就是要互我的主人的囝做某。伊看到是真感动，跪咧祈祷。你看国来到荷兰的庄骹的井边。共款拄着3队的雇佣人，伫遐踮咧啉水，伊就甲因探听讲，恁敢知影即个所在有一个叫做腊班，叫做伊的母舅的名啦。讲腊班应该有捌哩。遐雇佣的人就甲伊讲即个我捌，拄好咧讲的是，迄个就是讲。那见伫远远的所在赶羊群来所以雇羊的人就甲咱讲，你看，因查某囝伫远远的所在赶羊要来遮食水啊。咱就知影讲，哇，这是因表妹要来啊，伫远要来啊，所以咱国随转喙，伊安那来，你看，咱国是一个咱讲伊干巧的人，是一个足巧的人啊。伊就甲遐雇养的人赶走，安怎赶法？真有艺术讲日腰管，国个甲遐雇养的人讲，日腰管清醒自即个时还未到，就互羊仔啉水后，搁互因去食草，就讲恁搁甲恁的羊仔赶去食草，等一下才搁来啦。安尼就会当甲因拢赶离开，安尼国就会当甲伊的表妹单独来见面。你看国看到母舅腊班的查某囝立结，甲母舅的羊群，就正前甲石刷离井口井嘴，互因母舅腊班的羊群会当啉水。伊就伫遐随，可能是要献伊的殷勤有一个互因表妹有一个好印象，就甲石头刷开，就互因表妹羊群会当啉水，这是伊咧甲伊做，伊做是甲遐看羊的人拢赶走。伊伫遮咱看，伊伫遐因为有真长的时间真孤单。本地伊若讲话，因老母会甲伊听伊伫遮就拢无到荷兰庄头的井边，后来探听母舅腊班的消息之后，来，来一张了。即摆立结已经行到位你看国甲立结斟喙出声口。伊就甲伊揽来斟喙，佮甲伊口出声，就讲伊可能是咧讲伊是伊是互因遐个要甲伊刣，伊不得不爱来投靠伊的母舅，是因老母甲因老爸叫伊来，伊伫路边拄着偌济艰苦，一个人孤单无伴，看着拢干那永远是喂鸟尔。日时看到阮真艰苦，一定伫遐甲伊讲伊的艰苦。你看，伊伫遐真就是讲真顺利来拄着伊的表妹，对无？找着伊的母舅是毋是足顺利？伊找着的是个表现是开始哭伫遐斗啦，伫遐讲伊足可怜。互人同情，因为即摆足久无人甲伊同情，无人甲伊讲话啦，真艰苦啦，挡袂牢啊，就安尼讲。咱较早咱个想讲前礼拜咱讲的伊的仆人看到
你吼有无看到李碧家有无用井水伫井水起来，伊就讲哇，我要爱的就是即个嘛，爱情感拢是跪落去祈祷，一个是跪落去祈祷，因为伊知影有上帝，伊知影上帝甲伊伫咧。咱国也袂使，咱国伫遮也袂晓感谢上帝。哦，伊伫遐做诶是，伫遐讲伊诶艰苦有无？哦，互人甲伊同情，嘿嘿嘿，即迄个博取同情的对啦。博取同情的，也袂晓通去感谢上帝。是，伊就讲12号，伊讲雅各佮甲列结讲，伊是因老爸外甥，是利比家诶囝，列结就走去甲因老爸讲，共款较早利比家嘛是走去甲因老爸讲，然后因老爸就来迎接，这个仆人入去带，伊列结去甲因老爸讲，老爸若是共款来迎接，雅各去因兜带。咱看因是来讲，雅各看到因表妹，咱讲一见钟情啦就算海水会干石头会烂，因相爱心犹原无变化。是安尼讲无变化，伊毋惊爱列结咯，爱伊到列结，因为人生来过身，煞来继续爱列结，因为已经死去了，还个爱伊生两个囝，就是伊生两个囝，就是咱知影一个约瑟嘛，便雅悯嘛。因为伤疼即两个囝，所以兄哥10个兄哥就怨妒有无？对啊。要产生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咱知影，因为咱即摆是用伊个传播伊咱，就是讲丈夫甲太太两个人的感情来讲，对阿伯来按到即阵拢是相爱咧过因的生活有无？雅各虽然无好，但是伊对列结的疼，有那是一世人的代志。伊为着即个某做足侪苦工，对无吼？做足侪苦工，咱后礼拜再来讲。为什么伊？对，后礼拜咱后礼拜有一个特别节目哦。对。对无？所以咱后礼拜再来讲。后礼拜就是讲咱的后礼拜呢，有一个新春特别节目。即个节目呢，咱邀请客家人来，佮有马来西亚就是咱的观众朋友佮有一个日本的老师特别来问因讲因安怎过年的是毋是佮有原住民台湾的？对，佮有一位因为足精彩咱欢迎大家会当同一个时间佮收看咱的节目来甲咱做伙来过年但是咱即集是要先用录影的啦所以呢都无通大家开讲，但是大家嘛是会当伫边写留言阮嘛是会看所以先伫遮祝福大家恭喜对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安尼就是这是啥物？有人讲啥物？对，即个就是一个观众朋友要起来讲的阮真正足欢迎你若有机会有时间会当拢起来甲阮开讲。好，多谢老师今仔日要讲感谢，咱爱感谢无论遇着啥物代志拢感谢对无你困着头会当看着天色，嘛是袂歹但是去看着伊个什物表妹看着伊个看那个表妹上爱的迄个，伊上爱的，伊就忍耐袂掉哭出来。是，所以一切拢有价值虽然足辛苦行800公里对无？即阵敢有人行800公里去带某的嘛？应该无啦好，安尼多谢啥物多谢大家今仔日嘅支持好，安尼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平安。